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来看台中继承着5亿房地产的高中生的命案，死因出炉。台中地检署真罕见，用1200份新闻稿来讲明着死亡的原因，讲符合着为关老残对路，毛帮死者来做1000多种的毒药物的检测，但是体内拢无验出着毒药物的反应。不过法医高大成认为，死者可能是互一种叫做氯化钾这种的化学剂注死去了才来对流。高大成讲，伊问过10多位主任级的医师，拢认为氯化钾是上界可能的物质，这个几率是高达99.999%。啊，毒物的专家嘛来透露，讲氯化钾定定常用来杀人。5亿高中生的案件，台中检方解破鉴定的报告内底说明，死亡的原因符合高处对落，死者体内并无检验出酒精、葡萄催芽剂，或者是其他定定看到毒药物的反应。法医高大成就点出，虽然讲对流，生理的机能嘛未马上来停止，不过死者是伫真紧的时间内过身，可能是防止毒物致死了后才对流，而且真有可能是防止氯化钾。主任级的医生，我问10几个，大拢讲啊，哥绝对氯化钾啦！啊，伫外国拢安乐死注射氢氯化钾，安乐死都是打这个，好，所以我感觉可能性足大足大，搞不好是99.999%。高大成讲，伊问过10几个主任级的医生，答案拢是氯化钾，伊会造成心脏马上来停止，伫咧国外服用来安乐死，只要做20cc 对死亡，而且真歹检出来。是在补充钾，一般来讲，这个使用钾的，这是要用点滴，1、2秒之内就把它打完。一般来讲是绝对不会去做这种事。如果是一下子大量的这个注射的话，当然就会造成心律不整，就会死亡。所以一般来讲，有人是用这个在杀人。毒物的专家表示，氯化钾通常是用伫咧补充身体电解质，若是注受过济对致死，通常敢若病院才可有。因为一定无遐留住，主角拢无遐留去，一定会留一寡出来，我咧讲。啊，那我这伊若无伫血管，就袂吸收嘛。哦，是毋是伫遐就咱找到迄个氯化钾？哦，啊，但是若找无，我嘛束手无策啦。高大成强调，氯化钾注入人体和血液降低浓度了后，就真歹检出来。不过也是有机会会当为手脚附近的皮肤检验出是毋是有氯化钾的残留。啊，那检方鉴定的报告内底敢有检验到氯化钾的项目？这个部分检方目前也无回应。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